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乃梦和爱宝的关系越走越近了，我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担忧。这次我们公司招聘的情况怎么样？咱们公司这次招聘的情况虽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有一个算得上是人才。说看。这个小伙子是传媒大学硕士毕业，广告学专业，精通各种软件和数据信息的处理，沟通能力也很强。之前在奥美是担任部门副总监，他想来咱们公司应聘副总的位置。接着说。之前看到他资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也很惊讶。后来电话确认，发现没问题，他就是想要来公司当副总。据我分析，他可能在奥美不太得志，或者遇到什么问题，所以想跳槽到咱们公司，祈求更好的发展。说穿了，可能是话语权的问题。我对这个小伙子有点兴趣。哎，你告诉他一声，说我想见他。好的，明白。不好意思。那个人不是吴越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啦，